杨师爷，好像一个社畜哦。哎呀，这可不是点鼠标就能搞定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既然是社畜，就该用点社畜的技能。终于好些了。马一成请咱喝酒，师爷一起过去。行，那我去知会幼娘一声，随后就到。哎，男人在外闯荡，灵妹心里有数。走吧。啊，鼓励农耕，教化治安，审断送案，文字不重修饰，内容却恰得其法。黄县城不走吗？哦，杨师爷师承何人？啊，我就是自己乱翻书。你这榆林策业规制倒是新奇有趣，阡陌纵横，条理清晰，颇有周之景天风骨啊。这叫 Excel。